先来关心这天气的消息。气象署是提示讲冷空气落南，所以这礼拜呢是有明显的感受啊。拜一过后，这东北季风就变强，而且愈换会愈寒。要若拜三拜四呢，就是上冷的时阵。北部地区甲宜兰这透早有可能是干啊15度至17度。要若食方面甲宜兰也会落大雨。拜六礼拜的好天已经结束，气象署提醒天气咧要变寒。拜一过后了后，东北季风开始增强，愈暗会愈寒。除了温度下降，这方面的大台北和宜兰部分所在可能会落大雨。也若中南部的天气也是以多云好天为主。基隆北海岸、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，所以在今明2天的话，在北台湾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，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携带雨具备用。那到了礼拜3之后的话，整个水气上开始会有逐渐减少的一个趋势。温度的方面，气象署表示，这波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这个拜五，爱到拜六礼拜天气才会变好。受冷空气影响，全台湾这礼拜拢会降温，尤其拜三、拜四是温度下降上明显的2天。北部地区和宜兰透早只有15度左右。在礼拜3的清晨以及礼拜4清晨的时候，会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一个时间点。我们预计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上，大概是落在15到17度左右。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，只是在18、19度这样一个温度。哦，所以在这一个温度上，其实跟前面几天相比，其实是有比较明显转凉的一个状况。气象署提醒，这几天北部和宜兰的民众要出门，就要会记得早雨伞。各地头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早暗的温差较大，海边的风会较透，影嘛会较大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